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喝酒喝酒。今個月咧，我哋主要介紹布根地產區。如果你想試布根地嘅葡萄酒，但係又覺得有好多唔同嘅村莊同埋葡萄田太複雜，咁就記得睇落去啦。咁仲要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朋友，一齊用5分鐘學識一個產區。布根地法文叫 Bourgogne， 係法國最具代表性嘅葡萄酒產區之一。雖然面積唔大，但係佢嘅影響力咧就深遠，係 Pinot Noir 同 Chardonnay 嘅故鄉。而點解而家咁多名人同埋資深飲家都追住 Burgundy 嘅酒嚟飲呢？就係因為每一個村莊、每一個葡萄園都有自己嘅獨特故事。就連出名愛酒之人唐英年先生咧，都喺訪問中提到佢中意 Burgundy 嘅紅酒嘅原因，就係因為佢嘅花香、優雅、balance 嘅口感。而且咧，佢好適合一班朋友傾下偈、食花生薯片，然後又食中餐又得、西餐又得，唔係好漏啊！咁唔係一定要食住牛扒去配合佢，然後係任何時候都飲得嘅。首先咧就講下風土同氣候。咁布根地咧屬於涼爽嘅大陸性氣候，冬天寒冷，夏天咧都唔算太熱，春天容易有霜害。呢一種氣候咧就令葡萄成熟得緩慢，保持住酸度同香氣。土壤咧主要係石灰岩同埋黏土，仲有2億年前嘅海洋沉積成嘅 Kimmeridgian 石灰岩，帶嚟明顯嘅礦物感。風土即係 terroir， 係葡萄、土壤、氣候、地形同人手嘅結合。布根地嘅酒正係呢一種風土嘅最佳表達。咁講到釀酒嘅特色，布根地主要用2種葡萄，紅酒用 Pinot Noir， 顏色偏淺，單寧柔和，香氣集中係櫻桃啦、紅莓啦、森林嘅氣息。而白酒咧就用 Chardonnay， 風格由清爽礦物感去到奶油堅果感都有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少量嘅 Aligoté， 釀造清新嘅白酒。布根地嘅釀酒師強調表現土地特色，唔係追求濃厚，而係優雅、細緻同複雜。而布根地嘅產區可以分成5大部分，我會由北去到南逐一介紹。第一 Chablis 位於布根地最北，接近香檳區。法例規定只能種植 Chardonnay， 酒體清爽，礦物感強，帶少少青檸、青蘋果香。土壤係 Kimmeridgian 石灰岩，令酒有獨特嘅鋼鐵感。咁分級咧就包括 Petit Chablis、Chablis、Premier Cru 同埋Grand Cru。Chablis 嘅 Grand Cru 係連續一片葡萄園，但係咧就分為7個氣候區，名稱可能會出現喺標籤上面，例如 La Cru 同 Granule。第二 Côte de Riz 呢度係 Pinot Noir 嘅王國。80%嘅酒款咧都係紅酒，擁有24個Grand Cru，包括 Warmly Conti、La Tâche。風格由力量感十足嘅 Geoffroy Chambertin 去到優雅細膩嘅 Chambolle-Musigny， 酒嘅潛力極高，可以陳年幾十年。第三 Côte de Beaune 以 Chardonnay 聞名，擁有 Montrachet、Cotton Chardonnay 等等嘅頂級白酒。白酒咧有花香、果香、堅果同奶油感，層次豐富。紅酒方面 ，Pommard 偏力量感 ，Volnay 就柔美細膩。Côte de Riz 同 Côte de Beaune 合稱 Côte d'Or 金優，係布根地嘅最重要核心。第四 Côte Chardonnay 雖然冇Grand Cru，但係有好多性價比高嘅葡萄酒。Bersignon 以 Aligoté 聞名 ，Folie 出產 Coumont de Bourgogne， 即係氣泡酒。Mercure Dufay 出產嘅果香明顯嘅 Pinot Noir， 適合入門新手嘗試。第五 Mâconnais 位於最南端，氣候溫暖，主要出產 Chardonnay。Pouilly Fuissé 最出名，酒體圓潤帶成熟嘅果香同埋柔和嘅酸度。Feuillée Cassé、Sauvignon 都係高質嘅選擇，價錢咧就相對親民。講完產區就要講下分級制度啦。布根地咧有超過100個法定產區，分為4個等級。第一 Grand Cru 特級園，大概只係佔1%，全個 Burgundy 只有33個，係屬於 Burgundy 最頂級嘅葡萄園，例如 Warmly Conti、Montrachet。第二 Premier Cru 1級園，係特定村莊內優秀嘅葡萄園。第三 Village 村莊級，例如係 Geoffroy Chambertin、Meursault。第四 Regional 地區級，基本上咧就會標示 Bourgogne Rouge 或者 Bourgogne Blanc。
而 Chablis 有自己嘅分級，分別係 Chablis Grand Cru、Chablis Premier Cru、Chablis 同埋 Petit Chablis。總括嚟講，布根地嘅酒咧就好似一本風土日記，咁每一支酒都係土地、氣候、釀酒師嘅心思嘅結晶。咁呢一個產區看似複雜啦，但係其實都超級值得大家去發掘。下一集我就會深入去探討一啲布根地嘅 Hidden Gems 俾大家。咁想搶先睇嘅話咧，就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。咁試酒大師 Arnold 咧每個月都會推介一啲心水嘅品牌俾大家認識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Watsons Wine 個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